柯 P 今天连呛了您2次，有扣不要脸，您有什么要回应的吗？今天因为行政院会非常的忙碌，又要注意台风的动向，我就是认真的在岗位上把工作做好，没有去注意到谁讲了什么政治的话，也不会在意。你会觉得他因为要选总统，就有口不择言？我因为也不晓得他讲什么，也不在意，所以也没有评论。因为您说到要把自己的岗位做好，柯市长他说，如果蔡总统有做好的话，人民怨言就不会这么多。我们都注意到，要让人民满意是要更努力，尤其就是要坚守岗位。所以总统在岗位上为台湾拼外交，我在岗位上为整个内政各个方面做福国利民的事，我们都是坚守岗位，都是心无旁骛，就是希望台湾更好。院长他说他骂你，或者说他骂你是礼尚往来。我对于人家怎么样子，不是那么在意，而是在意有没有把工作做好，有没有把岗位锁好。同时台湾真的方方面面，像随时台风来啦，像随时有各种方面需要政府为人民做事。相信会做事的政府，用心在照顾人民的政府，才是人民的期待。